由鳳凰城國際青年商會所舉辦的第38屆台南市10大傑出兒童頒獎，30號在和順國小舞獅團活靈活現的表演正式揭開序幕。市長黃偉哲也親臨現場，為所有得獎者頒獎表揚，肯定他們在1萬多名學生當中脫穎而出，除了德智體群美各領域都表現亮眼，背後事蹟更令人動容，成為台南的驕傲。從這1萬多個同學裡面拔擢出來，甄選出來，成為台南市的骄傲，也成為父母、還有師長、還有同學眼中的驕傲。這次感謝鳳凰城青商，感謝各位，也祝福我們所有的同學在未來人生的道路上有更多的傑出的表現，而且在生活上也能夠讓我們台南市驗證台南市是個有愛的城市。今年10大傑出兒童9名皆為女生，僅有東區崇明國小張展明是唯一的男生。女生當中，安平區義載國小陳品純多才多藝，有過人的語文及領導力，而且比起追求個人榮譽，她更喜愛團隊合作，所以在表演中也展現雙人客語口說藝術，言談中不忘培育之恩。謝謝所有指導我的老師，是他們耐心的指導我，才讓我在比賽中能獲得好的成績。謝謝我的媽媽一路陪伴我參加各種比賽、活動及表演，給足了我滿滿的信心。學校所有的老師們，針對於孩子們的優勢，其實都花了很多的時間給予栽培，那也建立了孩子很大的一個自信心。那我覺得孩子今天可以得這個獎，當然要歸功於學校的老師。另外，中西區永福國小慢慢失去聲音的何品玉，勇敢突破障礙，在還聽得到聲音時，拼命參加各種比賽，在父母愛中，夢想長大要當一位助聽器工程師。我不想要再到那個什麼全部都聽不到的時候，然後才在懊悔說，當初怎麼沒有學這些才藝？所以在現在還聽得到的時候，就是趕快去學。我希望當一個做助聽器的工程師，因為這樣子我就可以幫助更多就是跟我一樣聽不好的小朋友，讓他們可以聽得更久一點。就沒有抱怨過每天這樣子辛苦很累，然後每個禮拜都要花3天到4天到高雄上早療，就想辦法就是讓自己學會說話，就是口齒清晰的表達自己的想法。主辦單位首次將頒獎典禮移師雲非凡表演廳，也是希望讓孩子充分展現才藝，發掘潛能。日後更希望在台南籌設10大傑出兒童紀念碑，年年見證卓越。未來可能會做一個形象的紀念性的紀念碑，那會設立在台南市。那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鼓勵跟希望未來小孩子的發展，因為小朋友是國家的棟樑。那在未來上的衍生性比較大，除了我們大人會有一個成功的成就以外，小孩子其實他有很多優秀的一面。那我們也希望這些優秀的小孩被社會大眾能夠看得到。鳳凰城國際青年商會除了年年見證孩子努力成長、閃閃發光，更感謝家長、老師及學校一路以來的支持與陪伴，為社會帶來正向影響，也讓更多人感受到台南是一座充滿愛與溫暖的城市。記者顧文吉台南報道。